住，我又可以拍多次啦。你等一下，沒等一下拍就急了。我沒得，我還沒，sorry。不是說反一下嗎？拿着它，一下就係啊，唔係佢哋咁樣反啊，你自己接受啲係啊，即係整理一下，你穿好不是需要整理嗎200人啫，太小了，不夠。太長了，我鏡頭都放不下。這個腿太長，我鏡頭都放不下。幾好看燈光。係啊，大過10個燈嘅。多少嘢？我表現在眯眼。少少，好，撐一下，好，3，你唔要嗰個綠色我知，一點點吧，3、2，走。不行，執多啲過去喎。